边关先贤，迄个冤枉事，也探讨事实，就要用功夫啊！因此渐远的真故事啊！以前是听无受语，清朝经过一段文字学了后，民间的学者是唔敢写实事，若朝廷的史官又唔敢写真事。咱爱知影台湾的真历史，只好就爱对民间来用功夫。事啊，想啊去，渐远的主人是林子贤妹，灵师灵文都荒废呀！也那地条村，不是掠民的土匪，哎呦喂！起义抗争是为民产赶自卑。地路在，伊也无少年的作为，书册写伊有个姐妹来去是非。结果全是情调歌原来做鬼，哎呦喂！这在一代这代之下受吃亏，受吃亏。来大军，请炮兵愿意准准，也无力劝主是请不论，一代这代是做家分。是相成，苦是血性地，一摆反正来起义，也头尾流血路有人呀！迄个看完成功，也为过错，也隐瞒事实路。公路啊，也处比是非是经颠倒，也现场的真相付水泡。哎呀，这声就惨咯！迄个情调行官，迄个咖喱。也家官真足一种是戏，也占妹中又是母中的，哎，也煎熬的呀，落人是。
结果行你往死城，结果行你往死城。先来受教，一路走来西军啊，拢是台湾囝，为台湾团结努力打拼，在历史。